因掠下来讲，黄土柳基文吼，用版来老社会的乡土有卖关系，黄土柳的作品吼，有强烈的希望来社会变好，来改造来社会文化，咱个笔吼动激烈，从头就讲出青岛行为唔好的个因啊，比如讲去同去亲闹了方面御用绅士咪亲闹了贪污腐败，办散帮助国民党独裁统治了清因长期一本的书就讲揭疮疤啦，个文笔真准啊，表现动力。当像伊只真有敏感的俩记者强调，你当深入观察到体会。有一句名言就讲，文吼唔会拍马屁啦，唔会拍马屁。有说伊个一架从头是唔会讲了到强权、敢讲进法，写下了作品来发表出来，莫是留下来以后做得。在见天讲啦，唔讲危险啦，不严重啦。除了从中以外，去看重看台湾文艺，还有就是从科学穷样老人募款啊，老有钱人请求啦，咪动硬讲一直导致高讯危机啦。个目的就是希望讲，俩倡言做得将台湾文坛发扬光大。佢咪提供了发表演题佢希望做得扫除台湾的文化沙漠咁樣嘅壞現象啦。因為你講台灣的文化沙漠，你富士講嘅啦，佢說佢親鬧富士啦，佢喊判提只民間的文學獎，台灣文學獎，以後就改就講黃土柳文學獎，有小說獎，有現代詩獎。你錢就是去建出來，大體來用，新的基金會，你都獎項一切都掠下還有。第二內府金龍寺有一隻大石頭啦，有當部有刻大概你得獎人的個名啦，咪還有黃土柳電影的個書法，當然。黃土柳過身以後就冇咧，以後因是判了就冇安樣習慣啦。後來黃土柳在逐擺頒獎都會有一隻大合照，非常有歷史的意義。就本演比講以前該感染的世界有馬莎在地位，大家有機會就是現代片行咧，咁樣大家嘅感情就很好。你係翕相，你事情係真有意義嘅地方。